由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这声是叫咱要去对找酒干那西因啦。酒干那西咯。对啊，咱顶回背迄何时因问去地府走去抓，城隍爷毋是甲咱讲，讲咱以后若有啥物代志吼，咱随时冲来去遐找伊，对无？何况城隍爷嘛有教咱要安怎去，要安怎倒转来，不如哦。咱即马就去找城隍爷，就对不对？也毋过，咱嘛是都爱等到日头落山才用咧进行啊。哎呦，日头落山落日头落山，无咱即马干那青面的伫咧过船，也毋知要按倒位去啊。咱嘛是都爱等到天暗才用咧进行啊。无啦，安尼咱即马吼去城内四界行行的啦，无一定迄个酒干那西吼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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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年来搏好代志啊，老人来搏活百年啊。若看你表现绝对无相差，咱人第一劳动时，第二完军期，嫁好翁嫁歹翁，食几年歹几冬，食偌好就偌好。请来找这个相命先生做参考啊。贵先生吼，咱如果都找到酒干那西因啦，安尼咱就无需要等到暗时再过来麻烦别人啊。不过我看你敢若网络生的刚好。好啦好啦，试看卖啦。嘛好咧，我从来嘛捌看过命，无咱来试看伊有啥物本事。阮要找人啦，想要请先生指点一下明路，毋知无问题无问题。若找人啊，我是专科的，只要你甲我讲名，我就有法度甲伊指示迄个方向去找人啊。阮甲你讲人名，你就听我讲讲迄找人的方向。那这点我是爱相信啦，毋过会准也袂准哈。迄当然是会准咯，保你一定找会到。若无听我招牌，我嘛无怨言啊。先生你讲，一定找会到啦。安尼啦，咱就甲试看卖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偌济钱哈5两银啦。5两银了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幸福啦。还佫一件代志吼。恁今日要找这个人，是毋是一定要甲伊找着？是啊。那呢，爱佫加一杯。佫加一杯哦。是啊。头拄啊是5两银，即马爱佫加5两。加加咧5两。安尼毋就会用了？即摆会用开始无？恁要找这个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？查甫的，敢讲爱佫加钱？自古以来一向是重男轻女，所以我知，你别讲。开始未？会用开始。但是恁要找的这人是啥物名？叫做酒干呐，酒就是我知。我婆知。来，请坐。请坐啊！恁两位是要问运道的，还是事业的？哎呀，拄则都甲你讲过啦，阮要找人啦。
要找人啊？我是咧创啥的？看好哦。啊，甘乐讲啊，斗找人啊，找方向啊，我希望啊，来，你有看无？看，甘乐伊骹将倒，看伊方向向对平，恁自迄个方向去找，就找着人了啦。啊，看甘露的尻川咧找人。嘿啊，是啊，哈，阮啊20秒全咧白了呀。啊，打一年的薪水，看一个甘露的尻川。对对。动嘛你啊！白开，了20秒啦吼，了20秒，看一下啊，干到安尼转啦吼，安尼敢有法度找着人？你嘛好啊！啊，规个主意拢总你出的，啊，你即摆咧假弄安怎？啊，当20秒了就了去啊，试看卖嘛好。若是做无人哦，咱哦则搁转来找咧王龙啊来拆伊的脚。哎呀，啊，真嗨真嗨！恁两个少年家啊，恁头我互迄个不学无术的算命师啦，甲恁教甲耳啊拍拍啊，啊，真嗨真嗨！安怎讲安怎讲？啊，我听你讲话强要错起来，莫怪你用教甲耳啊拍拍啊！你注意甲听哦，伊拄则讲的话啊。哦，迄道路是真来，有真深的曲折啊！哦，你注意听，伊讲一定找会着，一定的，一定的，伊毋是讲一定找会着啊！可以，你敢安尼讲诶？对啊，而且伊后壁佫则无讲，若无来拆我的招牌，我无怨言，对不对？我无怨言。呀，啊，即句话哪有对毋对？啊，安尼你就菜鸟咯。即句的道路啊，非常的有美感，即招叫做一语双关。你也听哦，伊的意思是讲，若无人来甲拆招牌，伊绝对无怨言。哦，伊当然嘛无怨言。哦，你连准恁找无人，就会当去遐拆招牌。迄无安咯，伊无喺江北挂我久代呢。若无人来听，啊，废话啊！若无人来听伊的招牌，伊当然无怨言啊。啊，所以恁两个有气啊，所以一开始啊，即个唔正输啦，就看恁好食款啊，好食款，伊就要暗算讲食恁够够啦。安尼讲起来，咱盘子，对啊盘子，我要来吃算啥？小蛋，莫改号做盘子，盘啊！哎，小蛋，哎啥？何必甲迄种唔正囡仔计较呢？唔则占了银年尔。唔对啦，20两啦。啥？20两诶！哎呦，要知恁就请我啉烧酒就好啊。恁等下吼，我看恁若故意，恁慢才走诶。他定诶，我伫后山要施展神通，恁来帮我诶忙。吼，啊，恁讲要找啥物人吼？我顺续甲恁叫调转来，安尼恁甲看啥款？你爱阮甲你斗3工哦？对啊。小等下，你拄啊讲点什么神通？是啥？这什么神通？尤其会讲，互你捌你试酒就好拍，甲讲互你知，你就倒头知。即招叫做专门找人的奇异妙术，叫做对影神通。对影神通。嘿，迄当然有咯，不但有，而且佮位甲一模一样，你看，嘿，真是啊！师傅，歹咱刷落去是要安怎才会当找到神宫啊？这神王路顶头吼，也无注明神宫的所在伫倒位啦。我看吼，是爱可能甲问哦。安怎？啊，对啦，师傅，较早毋是
讲你会晓轻语，多少我叫，就知影你在讲啥。啊吼，才有遮尔济狗啊！你凊彩找一只，来问看卖，问看新疆伫咧倒位啊？嘿，好，好啦好啦，咱凊彩找一只吼，来问看卖，就知影新疆伫倒位啊？哈。好啦，反正输这部绝技哦，也唔惊你学去啦。无啊，问看卖啦，吼。你只嘿，啾啾啾啾啾。高道长啊，我拢照你番有布置好势啊咧。你要来看卖无啊？啊？他进来，他进来，我只用的那水果，哦。哦。嘿，你绑这纸人哪会无用草水用线线咧绑哈？这其中必有因果啦。为袂？你这这神奇哦，夜夜里加上敢若无啥空。你看，伊除了帮人找这个酒家阿婿以外，伊家己嘛要找这个女雕像啦，所有话啦，你是咱王大人呢。这其中必有因果。喂，道长啊，枪啊开始袂哈？对啊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他定的吼，我甲你讲，我一个是跟我的对影神通的时阵，恁两个徛咧迄纸人头前，啊，起来是咧创啥？我一个斧啊吹落去，点着倒一个人，迄个纸人啊，伊会皮破拆，而且迄个人会在水内底陷阱。迄个时阵，等伊咧滚转滚的时阵，恁着紧甲纸人留好安，唔通互伊甲面线。滚转去，啊无线路就拢断去，就规组害了了啊！哦，啊，拜托拜托，过遐倒三工，吼，是啊，这斗山公。倒三工啦，反正过去。时辰到啊，咱开始啊，吼。嘿，从天野树林门最曲的桥音号，连环面线音门口，我向最终来到。王公中恨也之中，听；王公中恨也之中，听。道长啊，这就是恨也之中。嘿，啊你甲走过来啊？进去甲纸人告的啊！恁哪会无先甲阮做迄酒干阿师哈？一个啊，这去啥紧转去啦？哎呦！面当水我叫我看卖。你到底有爱什么？面当水千万唔通乌白看，好来。就不人看后要紧，你嘛要看去。唔当我白紧张，唔当我白紧张，拜托个。莫安尼啦，不人看。我袂使啦，袂使啦，唔当啦，无要紧，我看。我嘛要看，我嘛要看啦。我嘛要看啦。好笑咧。我对头开去啊！莫安尼。我都已经讲要上街去买一百二束，安怎到即摆还袂转来？阿姨讲啥？我听伤重哦，爱听无啦。哎呦！这只鸟啊，实在有够搞怪。哎呦，这嘛袂用怪伊啊，爱怪吼，拢嘛怪师傅，伊的口话无标准啦。人伊拢一直住伫咧仙山，还毋捌听过这外地腔啊，伊免讲嘛听无。安尼讲起来，我爱怪师傅哦，低路才对。对。什么叫做低路啊？对咯。哎，打你蛮好啊！哎呦，我讲哦，你问小姐姐喏，若无哦，嘿，我毋是食菜哦。你臭屁叫你，你不是等下叫我爸了，听我啊。好啦，教一只鸟会教人乜吃？无啦，你臭屁叫我，我等下我就把我肚子啊，我肚子哦。先用口来家己呀，行啦，行啦。一路，哎。一路。
头啊，人就要快啊！嘿，啊死查某鬼啊！啊你唔通故意要比较互输车呢？啊输一只咁少个人呢？一如啊！哎呦，啊真正故意要摇我车呢！一路，一如啊！一如哦！你莫搁比啊啦！咱都要赶紧找着仙宫，若我等下天若好雨，咱就摕无路通啊出去啊！咱都要搁赶路呢！一路啊！一路！一如！有昏！一如啊！有昏啊！一如啊！有昏啊！你去死啦！哎呦，啊阮两个到底拢无呀？你个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哎呀，巧好了，说啦，好了，说啦。哦，就有吹到手干仔使无？啊，仙公道毋是来做干仔啊？是啊，都是伫伊遐，但是，哎呀，一言难尽啊。无啦，到底有啥物代志，你坦白讲呢啊？好啦，咱即摆先莫讲这啦。啊，这个人吼，交互恁，啊，恁想看有办法利用伊去掠假树刀无？啊，要掠假树刀？啊，假树刀已经来到福州啊，即摆人就真富个。拜托拜托，迄假树都是东东一国的宰相了，遐尼大女，啊，惊啥物啊？王子法法一命当罪，何况连皇亲国戚的驸马爷都甲寄起来，啊，佫惊啥物大女的？哦，是啦，啊，不管伊是啥物大人物，国法之下一视同仁。好啦，干了！这个人交互恁两个哈，我甲谢捕头今夜去一个所在哈，查出酒干仔使的下落，处回仙公道。必然啊，安怎？顶回成风也甲咱讲过，将这两条阴阳令变在变边吼，安尼咱就会当去地府甲伊见面，唔知是真的还是假啊？啊，试看卖就知啊。我想哦，迄成阳名袂甲咱骗遮着。那安尼咱就试看卖。主玉婚甲白如的下落，我是知影。唉，只不过是，我免甲恁讲者，为什么呢？因是去互神带走的，毋是去互什么妖怪来掠去。啊，是去互神带走去的哦。那是什么神啊？这位神甲恁的过去是有牵连的。啊，甲阮过去有牵连哦。这是什么所在啊？哇，这是鱼啊！哎，李如啊，这到底倒位哈？这就是仙宫，我嘛会言讲是仙女。这是仙宫？奇怪，仙宫哪会在水底啊？是啊，仙宫毋是伫咧仙山，也是天顶才对啊，哪会是伫咧水底咧？这并毋是恁凡间的湖海之中，这是仙宫水府。仙宫水府？我是天后公主何汉嫣，恁敢毋是要来仙界找赤口莲花咧？是啊是啊。是讲，恁哪会甲阮掠来遮咧？我是请恁来，并毋是甲恁掠来。若毋是我带恁来，恁敢会遐简单就找到遮咧？啊，你意思是讲要带阮去摕赤卡莲花？毋是，赤卡莲花乃是应天命才会当现世。恁拢毋是出现中的人。即届我带恁前来天河水府，主要是要互恁两项物件，互恁将来会当帮助谢必安以及范无救，度过一届性命的难关。
这是定水神珠，你将伊交下还无救，当时叮咛伊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绝对袂用将处子离身，若无伊将来可能会死伫洪水之中。这是五行神火大，五木积魂。你将伊交下谢必安作为腰带，交代伊一定要时刻不离身，若无将来伊可能会掉到自尽。这我未了解你的意思呢。既然讲要防止谢必安掉到自尽，是安怎你要搁送伊这彩带做腰带呢？安尼敢毋是互伊死了搁较方便？哎呦，拄则先生毋是讲话，讲这条带是五行神火带。啊，对啦，五行神火带，讲伊五木结婚，意思就是讲伊若拄到木流的物件，伊就会生火，将迄木流的物件烧掉，对吧？无毋对。安尼你知影哦？假使将来谢必安若用这条腰带吊到自尽，绝对毋是吊死，是吓死。原来是安尼哦！这条彩带若甲你倒一丛树的，倒一丛树就会烧去。那安尼谢必安就无可能吊到自尽成功咯。对，就是安尼。先乱，这条定水神珠就是保护还无救，会当拄着雨水、海水的时阵被淹死，对无？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今仔日先锋爷可能是注意啦，问伊啥物代志，拢问无啥清楚。对对，啊，搁讲咱甲迄什么神，甲咱的过去有啥物关系？啊，想要甲问者较清楚的，搁安尼吞吞吐吐，足无够意思的。就是啊，也毋过，总算又甲咱讲，我的朱玉芬，啊，你的白衣如，因两人平安无事。安尼咱就较放心啊。照成王爷讲的，哦，咱来去福鼎太鲁山找酒干仔赛讨回县中道。选题个，安怎？我讲有春的啊！哎呦，你办毛啊无啊？足成的哦，安尼哦。唔知你认识偌济人咧哦？当然啦，我袂做捕快进前，大家拢叫我约定书信。等我做捕快以后，大家搁叫我迄个签名快餐呢。一错，签名带水靠尿，签名快餐。你食饱饱当当家，你要啥？快餐就是吼，捕快甲花菜合成叫做快餐啦。佮走了紧啦，你捌无？你食我肥肥叫我推推呢？快餐就是随叫随来哦，都快餐啦。快餐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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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屁！莫搁吵！咱即马吼，你著照这水火道人的计程哦，来去州府个掠迄个加水道才是啊！啊你安尼吵要创啥嘛？对吧？无正常。嘿。这个水尾道人想的价钱无受稳啊无安尼？啊，一定稳的啦！啊，若无成功哦，成人嘛，哦。那安尼我就靠你。啥呀？啥物成功就啥物成人啊？你唔正甲你唔对。冤枉哦，大人啊！冤枉哦，大人啊！啥嘞啦？搁大声啦，我够听。来，冤枉哦，大人啊！冤枉哦，大人哦！欺负你！因两个啦，在外口咧结果先咱大声细声叫，到底是有什么冤要冤？哎呦，冤枉啦，大人！啊，自口！你若搁讲哦，老就将你喙齿来干。你敢是地府大人？哼！什么你地府大人？我当今的宰相。啊，安尼阮找唔到人啊！咱来等。哎呦，多谢大人。多谢大人啊！大人啊，我来去哈，啊，身体咱悄悄来行村啦。我甲这两个老的，舞到我头脑拢无啥啥。哼！
这样物件咱高道长呢？成功啊，成功啊！我看师傅吼已经转去开机动啊，咱莫搁等落去吼，毋知等啊伫当时。照你讲，师傅袂无找咱才对啊。我想哦，师傅一定搁伫咧这先山世界第一找咱啊。有顶壳哦，伊即马着去到强要哭啊。歹讲，你看师傅啦，疯疯癫癫啦，搁底口伊就是讲吼，咱失踪是超工你甲创治的，伊才骗偌济人的。哎呦，伊我看吼，咱不如先回去动，看师傅进来。听啦。你别讲牛猪肝牛，是你呐？酒干哪使咧？伊无甲恁斗阵哦。阮师傅啊，嘿，毋知走去倒遐去偷办仙桃啊？阮是急要找酒干哪使取回神功图，阮王大人怎有法度将周知府押送入京呢？神功都伫阮师傅身上，无咱做伙倒来开机动，无得靠阮师傅已经转去安尼。安尼吼，到时阵吼，就爱麻烦两位姑娘，向酒干哪使摕转来迄张神功图，阮两个吼，先甲恁说一个道谢。有劳两位姑娘。哎呦，竟然甲咱行书生礼来，不敢当。对啦，阮有一项物件要交互恁，是受恁指头的。无救啊！是仙女吼，看你生了高水啦，所以拜托我吼，将这定水神珠摕互你。定水神珠，这啥？嘿，一条彩带。这毋是普通的彩带啊，这是五行神火彩带，是仙女超工拜托阮转送互你做摇带呢。做摇带哦，我白看卖。袂歹，赞。哦，哪会安尼？种个死查某鬼啊，规暗拢无转来款哦。哎，透早了落一下嘴咧。好哟，无半点酒啊，哈！哎呀！哎。酒，嘿嘿，袂歹袂歹，起来换两罐仔酒，等下恁才讲。喂，当物件来，阿妈看一个人按来坐，哎呦，我是主顾客呢。好啊，内底人死了哎呦，死无半下哎呦，出来哦！当是什么代志啊咧？哇，甲大细声，创啥？什么代志啦？嘿。创啊啦！你是现袂当，世间人大家拢知影你要行转店遐，什么代志啊？转这啦！这啥啦？一百破肚啊！这啊，家己话啊，昨暝家己话啊！好啦，5仙啦！啥货啊？才5仙尔好啦，恁这间饭店是专门咧骗人的哦，你咧讲的什么话？什么阮饭店咧红，专门咧骗人？真富贵！哟，酒干那使真富贵！各位啊，咱这摆能顺利无？将这个假使图、甲路条上、周正和、这一般人犯全部抓到。这其中功劳介大的是白姑娘甲朱姑娘。也有有春啊、胡富贵啊。咱们。这其
中呢，也阁有一个人功劳上介大，这个人吼，就是酒干仔屎啊！哦，嘿嘿。啊，咱来无？我哪知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师傅，人是咧讲你吼酒量真好啦，嘿啦嘿啦。搞大你才知。报告大人，兵部侍郎李大人带领千外名禁卫军由京城来到咱连江关，即马人伫城外，请大人前往迎接。带禁卫军，来个本官。是啊，听讲奉旨来押解贾丞相、卢驸马以及周知府一干人员回京城。王子来啊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对对，啊，咱嘛才从这犯人拄啊掠这转呢。啊，皇上会微服先知，安尼千里迢迢，啊，遐尼紧就派人来到这，都是。敢讲贾丞相、甲李侍郎，伊是共党的，伊是要来劫人犯的。哎呀，唔是啦，啊这若无皇上的旨意吼，啊什么人哪有法度迄随便啊带咱禁卫军入京城咧，对无吼？啊，佮再讲吼，啊人若是要劫人犯的食，哎哟，啊迄唔早就大兵你莫冲入来啊！要唔过，哎呀，免唔过啊啦，好啦，事到如今吼，啊我也无想要去骂恁啊啦，啊这圣旨吼是我请落来啦，啊人马吼嘛是我事先调来啦，安尼恁有愿意啊吼？师傅啊，来者。什么代志啊？师傅啊，啊你是发烧，还是酒啉了伤济啊？哎呦，我的靠！啊，我即马是正正经经甲恁讲话呢，哈？我啊，恁煞无半人要甲我相信啦！哎呦，啊好啦，到这来吼，现一下靠着恁看嘛咧，啊无恁袂相信啦。你了念啦吼。靠近钦差大人。阮两个爱贵哦。哎呦，三八事唔正呢，吓人害到阮遮来。嗨，见着皇上的金牌，愈见着皇上亲临呢，啊死走鬼啊咧，也唔见鬼话，即嘛是咧跪皇上呢，唔是咧跪师呢，哈？是阮生笑的。哦，靠近。平心，嘿。啊，人大家拢有大功劳，啊，干那咱那个弄前弄后，暗代咧无影响。咱安尼无甲这项代志办得好势。嘿，我看咱也是时节哦，等于卖油卖米靠鸟，无头这碗饭吼，咱无法度食。等大人去见李书龙若转来吼，咱再向大人示情。你看安怎？好啊，好啊，我想吼，我也是转来去卖油吼，较单纯。嗯。谢大哥，阮已经吼请丐帮的朋友找到恁阿爹甲恁阿娘，当时哦嘛已经该送对恁厝来呢。真是的哦，多谢你，多谢朱姑娘。啊，你免甲我说多谢啦，这一切吼拢是一路的功劳。我已经将阿爹阿娘送转去啊。哦，多谢我唔知要安怎甲你说多谢才好。哎呦，这条讲袂见上嘞。你实在有够袂见笑呢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乐寿。哇，哎呀，这好做个好，你安尼转去到家己厝内面哦，甲我
轻松的，哈哈。福气迎门来，真好真好。我咧奇怪，啊，毋是咧过年啊，隔壁迄个写诗写成的，敢是咧大门帘啊？水温隔壁去，甲大两地啊吉祥话吼，看会较好闻。迄一块水温哦，去了了，莫甲高高低，哈，真好。哎呀，你这个写东江里啊，靠！啊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明明啊，这就是叫做什么？叫做落雨梅啊，趁得起，暗中相迎啊！是咱那写我水温隔壁去啊？啊，什么意思？这角是大门的是以利何干呐？啊，你写嘛？你啊，看到无解，你替我搬厝嘛。哦，有才调，你甲我等下，等下，等啊！啊，无较抓啦，鸟抓啦，人起头啦，唔食假势啦，无你惊你啦。我真系无你甲你心半斗啦。姜太公，在此别无禁忌。水温去隔壁。哦，还搁有咧，注意看好势啊！福气来迎门。安尼算哦，我拄好加一句，姜太公坐定别无禁忌，加你一个安怎是无咧哈？你再来甲我等，是互你好看好看。等你惊啥？那你就骹小讲做啥？久变道啦，想要走你嘛无半步。真正看嗨！哎！周武王在此坐定，哈！姜太公过来听令，啥快？即摆姜太公爱来遮听令咧，周武王伫遮，姜太公无要搁踮恁厝个啦，无较抓啦！哇哈！哇哈！再有啦！哎呦哦！你母狗，你再用这家牵咯！哦，我今仔绝对无把你来丢。来，你叫人输赢咧！安尼就，跟着。哦呀！啥？你两人要失职？是啦，请大人稳准。是啥物原因呢？阮两个人能力不足，实在吼无适合做捕头。啥人讲的？啥人讲你两个人能力不足啊？正经吼，啊若无恁两个，本我啊吼。报告大人，啥物代志？有人讲要咱管家各种拍官司。哦？是啥？紧讲啊！是小捕头甲范捕头因两个老爸要来相告啦。啊？哦。哪会安尼？将来恁两位大哥啊，火气嘛免遐大，啊，这是公堂呢。对，讲嘛是你啦哈，食老无认老，敢若袂随囡仔，定定要甲人搭什么意思啊？你买讲错啊你！哎呀，甲我吵着是无要紧啦，要毋过恁安尼吼会害着彼岸较无救，后摆是安怎做啦？你是毋是？哦，因个哦，无要紧啦，迄个自出事的中间哦，就看阮两个人搭到这样的时数啊，因拢是过习惯啊，惯死啊！等下。啊，你安尼吼，拢无考虑到做事时的尊严甲感伤呢？你安尼会害着我甲必安吼，出门会风笑，你知无啦？是啦，阿爹，啊，毋是吼，阮做事时爱讲哩，啊，规个福州城呢，拢甲恁当做笑话，
连我甲武球行迄街仔路路，安尼互安尼叽叽嘟嘟。恁两个老的代志安尼袂好，拢牵连着阮事情。阮哦，阮感觉足无面子的，恁知无？你讲啥物？哦，你意思讲你互我写东港做后事，足无面子就对了，哈？哦，你饲大汉啊吼，是讲不定啊吼。今仔才讲这款话，你足严做捕头，保有身份有地位，哈？你做个囝足见识，无要紧。你若敢讲做我的囝足见识，咱规个边仔囝过来甲遮济，切，安好。阿爹，恁若这个代志讲到遐尔严重啦，我只不过是，不过啥？你面叫人面你甲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阿爹，我毋是甲你教示啦，你安尼讲避免伤无讲道理嘛。哎呀，喂，你愈讲愈毋是款啊！我无讲道理，好，我就无道理就互你判，小伊，可的，不好处不好处啊！恁爸今仔去互迄个奸人啊，有咧拗波甲要欺负无当，你无甲我替我出水无当去啦！你煞来我就做后面头，你甲要闹开，业主你！你别去啦！爹，爱你唔敢。别跪啦！你若知影唔敢，拄到面就袂爱甲我闹开啦！好，可以。到这来报告时，我今仔这官司不爱拍，是过时，你来进来。我听着。阿爹，别叫。怨叹免忧愁，荣华富贵唔免求，是好是歹在人受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趁嘛着会晓手，才袂行看。